你没事吧？洛渊，你认识我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有个人在等我。但我走丢了。那你赶紧去找他呀！我已经找到了。那就好，你都这么惨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怪你的。对了，这个玉佩是你的吗？我在河边捡到的。啊，好，我给你就是了。那，你以后在河边小心一点啊，别哭了。玉佩已然完成，所以这果真是最后一次了吗？